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有一个查囝带着破病妈妈到台东来坐热气球。这个查囝阁向主办单位来借麦克，就伫热气球升空的迄个上界美丽时刻，当场甲妈妈讲：“我爱你。”互在场真侪人真感动。光雕热气球伫下晡时对台东录影观台慢慢升空，民众嘛赶紧摕手机起来翕，想要记录这美好的一刻。不过伫录影观台顶面嘛出现一段感动人的插曲。在这里跟妈妈说声我爱你。朱小姐昨下晡特别对高雄带有帕金森氏症的妈妈来台东参加热气球的嘉年华，伊向主持人借麦克，要甲妈妈讲话。他的寿命随时就结束。妈妈，细汉你看我的手镜，我大汉，我看你死过去。讲较激动的是，朱小姐禁不住流目屎，妈妈就算身体已经硬正，不过伊对查囝所讲的也是真激动。伫边仔咧录影的看后，嘛流下目屎。欢喜哦，也感觉这查某囝做友好哦。有啦，我有感觉啊。朱小姐讲，对的一个月尾啊，原本担心气候无好，袂当如期举行，也是真多谢主办单位的帮忙，可以当伫美丽热气球加这畅快录影观台，可以顺利传情，将这刻传导到妈妈的心内。